接來做客歡迎來了，我們今日睇下個環境吼，非常嘅強吼。哎呀，係一件傳統嘅老輩，一個傳統嘅主人呢，伊咩係一個 OTV 客家會嘅前會長王翠健，歡迎翠健姐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係今日非常榮幸吼，可以來呀，同大嘴鼓都頭都沒有講到 OTV。算是從落雨，不過我哋來嘅也一禮拜如過好天。係啊，這邊就全部係貴人啦。來到兩邊嘅時間呢，是出太陽了，捱到咧機會係啊。佢按我講法哈，這是有原因的哦。剛剛人基本人呢，同翠健姐要大嘴鼓，沒有用嘅一條小物。後來本大家了解人嘅故事，剛才人都事不宜遲，像人的處理本人的提供，對翠健姐來講呢，萬一重要嘅小物，可能是係乜嘅？一條，那我看起來很台灣的東西咯，來看一下，要有各種嘅有筆，還有擠牙膏誒，係啊，還有放紙巾哦，面紙誒，還有嗰度卡片。1983，係啊，係亦叫808抗年，有耶。咁我有按到一個卡片啊，文具。因為我嗰陣時喺高中畢業嘅時間，我是來 OTV 留學嘛。因為台灣嗰陣時出國冇咁簡單，嗬。喺講係是留學生，他畢業生是做得來外國嘅時間呢，佢哋是做得結費千多錢，要8000啊，一般都做得帶錢來試啊，而家都係太學畢業來讀書啊。我是因為係高中生，所以呢，我都是冇辦法，我報名係成來了邊。是用個了的機會哈，旅遊簽證，了邊來觀光簽證來，是去考學校，後面係考到以後，然後這個轉到台灣，這個判應聘護照出來啊。你的人來了？我讓我媽媽，因為我想我出國其實唔記得，我是說辦旅遊簽證出來啊。我喺兩邊來考試，考到學校以後，讓這個媽媽讓我突轉去，讓這個想辦法判個應聘護照，因為應聘護照係講喺外國做事嘅嘛，所以呢我哋做啲嘅費啊錢讓1500塊美金，所以講喺講我喺兩邊讀書嘅時間，嗰啲錢係唔啦，所以我媽媽提起擺來嘅時間呢是講讓我就是去檢療啊，還有我哋嘅親戚啊阿姊啊，佢哋要美金買呢是攞佢哋買，我就是講係無錫啊黑市的價錢攞佢哋買，然後我帶人來帶錢到現金。但係誒，後面冇拉嘛，冇拉時間呢，去中間我媽媽是講啊，呢邊我帶個宿舍嗬，宿舍，後面媽媽是講要乜個判法嗬，做得本年度還是講要判法嗬加錢過來，因為正式加錢是冇辦法啦。後面媽媽是想到啊，我是講兩邊乜嘅都冇。嗰時真緊呢，還有文具方面，還是講台灣的東西要按價按便宜，兩邊的東西就貴就按濟。後面媽媽是講啊，還是講我做得托到東西了，我做得買本咁樣。係，古時候也對，買本同學係啊，即係講錢要便宜嘛，這邊我喺台灣買，你看在當國啊要加錢啊，就要讓。8塊6元元，係啊，6元元台幣喎，台幣嗰時嘅算起來係兩片咧，1塊2塊啊，先令，你想看先令咧嗰陣時呢，換起來千便宜，裡面我哋離下喺講嗬，1塊歐元咧係36。台幣36台幣，係啦，係，但係嗰陣時啊，先令來對的話是1塊一對13個先令，1塊歐元，好，我們現在講，所以講兩個幾毛錢，但是嗰陣時因為學生啊，挺貴嘅東西，佢哋買唔起嘛，所以呢，媽媽是加日常啊20公斤啊包裹。兩邊地杯是乜嘅都有，還有倆，還有貼紙，還有個學生嘅事咧，都係東西啦。你都變福利社誒？冇錯，前面在度介紹，還有嘛個 Hello Kitty 嘅東西啊，我哋同學是講係是為讓佢買啦，嚇，因為買時間係需要現金的嘛，是講做的，前面是少人買食飯咯，乜嘅是做的啦，是講有用錢嘅時間，是至開始嘅時間呢，是會還有。
媽媽讓我買圍巾啊、手套，兩邊它試得多。但是台灣的東西它講，真嘅它講又花樣又比較多，所以是開心。咁唔過睇到呢，唔係一心就係愛來維也納讀書。係，嗰陣時哇，一開始我爸爸媽媽是佢唔係嘛，我喺我係讀大學嘛，本來是應當係讀文化學院，希望講做在台灣讀大學。嗰陣時我是去欣賞我出國。還是高中的時間呢，就出來表演過了，就是跟着是來過中歐，還是輕重的維也納，是香港就可能就機會嘛樣子啦。還講咩好運啊，來到了邊的時間，嗰陣時是2月，我係10月來啊，我2月考到學校，考上了以後，我讓轉去台灣找個班幹嘛嘅。學生沒學應聘護照。你剛剛係考鋼琴，係考鋼琴教育，係啊，考鋼琴。因為是講按到眼前啦，吼，是個很有冒險精神呢，吼。好，我哋過來看聽嘅吼，對水源子佢重要嘅物品係乜嘅？麥鼓，你該不會沒修鋼琴呢？難道有唱歌？沒有，我唔曉唱歌。但是呢，我去讀嘅華岡藝校之前呢，我是念那個世界新聞專科學校，我在世新。學姐，讀幾年？係啦，你別講時咧，因為我都每天沉迷在小劇場。所以睇一家學長他都向他親厚的感情，所以呢，我嗰陣時其實對這個廣播新聞很有興趣。但是因為我爸爸是講，因為我中學去讀金華女中嘛，其實講哎呀去到嗰邊，我只還是陪差唔多10公斤啊，是講因為我都當年呢在小劇場練。排練，以後我就是去景美啊，公館是進戲是宵夜。爸爸是講，你陪到啊，我現在是中的，那也冇講正經沒冇親厚讀書，即係認真的在念書。班上的同學我都唔知道喺馬啥，只記得小劇場那些學姐向下，嗰邊我咩學青島。幫妹我是來到了邊，即係幫妹讓這個爸爸講我比較專業，學佢講你讀嘅新聞吼，冇辦法啦。那個改東西讓中視、台視、華視三台嘛，從馬漢雜個是幹嘛嘅廣播電視台親難啊，愛關係啊，用辦啊，爸爸記得做喺鐵路是喺國泰建設吼，記得咩親講了條新聞記者，那時間一大風嘅時間，其實講去了幹嘛嘅，那個鷹架咯，給弄得哈牢固一點，然後喺個某嘅時間，記得太極家師傅來幹什麼，所以呢。爸爸是他反對我去讀兩方面的課程，我們應該是了畢以後，來到了畢是也離開了這個行業，因為是彈琴。但是在我上下是講我讀書中間在19幾多年咯，嗰陣時就是按度後係那個應當係86、87年的時間哈，是幹嘛該中國北京剛好有學運嘛哈，對，那時候的學運在那個天安門，我們呢台灣呢台灣人呢記得是冇這個去講是都開放幹嘛該探親哈，那記得是冇辦法去中國，是講愛來歐洲旅行。嗰陣時按度後，兩邊是一家旅行社嘅太子，佢咩係文化學姐，其實係佢咁啊嘅旅行社，其實有訓練導遊，其實講我到離下需要一些導遊來幫他，有陣日建議咧是用青島團會來到維也納，還是想講要請兩邊學生咧，然後去聽秀臨時。我帶嘅19集團，按度嘅團，19係啦，19集平時即講今日來兩三團吼冇乜嘅問題。而家19團，那要按多少人團呢？其實講幾前年，嗰陣時我都好準備我一隻我的跳級考，我咪我冇考到嘛，考得不好，我又唔敢上台灣，因為呢我這個有隻機會是喺
9月要照顧考，這邊還6月沒考到，是等到9月恢復之前，所以應該是想講，哎，我轉去還不如在這裡休息啊，這乖乖上半年，再把它練熟一點，看到你做的考通過嘛，這樣子。其實安度後還是會吹兩筆，冇係講平時的時間呢，暑假還是聽迄做規團哦，是概念安。佢移民上愛圖書，係仲愛練琴，是講入去琴吹兩筆嘛，轉去就冇咧。結果就去其實冇辦法，冇搞，其實我啊，退去聽手一下冇走緊，是想講，其實沒講過，迄講你帶團進去，就100塊美金嘛，吼，親好啊就沒，1000塊先領，嗰陣時進東還算80塊美金啦，吼，這個加嘛個小費啊，哎呦，那時間就沒多呢，係啊，而是講冇去學家是讓想講讓進去讓轉，但是為了這個你為了出了團是要去學嘛，好不容易。我們那個春娟大姐，春娟她也是我的客家會啊創會會長，吼，佢上咩係客家人，親後其實講，從我哋去，其實佢愛放，其實親後是講，佢會訓練，吼，訓練我們，佢唔係講啊，你自家拖拖下是，其實從我哋睇自家行一天，行一年，然後你就講啊，乜嘅，要講，是講我睇自家練習，幫每呢，我去看啲年紀，我讓發覺，哈，你阿咋？你交通，佢冇嘅交通我也唔知道，歷史背景我也唔知道。嗰時我已經來了幾多年，我來差唔多10年。哦，有10年嘞。差唔多會10年嘞，是講9年嘞。我是想講，哎呦，去，這個呢其實你要去查檔，到嘅然後要講嘅小解歷史，好，我也唔知道。所以呢，我是看過之後，我想知道講哦，原來按多東西要講，要自家知道。這個去幹嘛嘅犧牲幾條風體帶那個夏宮嘛，哈，那個美泉宮。嗰時我是從這去工人皇宮喺發展，改為了三一條喺圖片就去。那房間我們沒去參觀，沒有去過，因為以前啊，輕軌呀，我們是同一批，後面我都。去一半一批之後，我發現，哎呀，原來有很多東西都得講，所以呢，還是這個又拿回麥克風以後，我發現，哎呀，我就很喜歡這個工作。哦、對，後來我就介紹去到冇想到呢，是今日開始呢，連着35日當日都有團，每天都有團。哇，不但是有音樂的，俺讓到還本來上過今年，我們是連續是當日，記得說啊，當然你聽日來講都冇好，聽日都這裡講到這好，係，還有2-3禮拜，如果是2禮拜以後嘅領隊又照顧多種類事情，其實我要記，讓我介紹解，還是講也會被指定，所以前面有穿到，一回事是去打工聽聽，hij本來是上過這2擺，我走見幫咪當然啦，然後之後咪是停下來，我嘅考試當然去考過，根本都冇時間。哇，結果都轉彎呢？對，轉彎就變了是做施工，是帶團，然後也因為這樣子，還是了解多幹嘛嘅歐洲嘅歷史人。水源記嘅故事非常嘅精彩哦，講唔係咯，我哋聊一下個繼續多種嚟打嘴鼓，而我們其他部分也是很精彩嘅故事哈，可以塞下茶。我從來沒有感覺我是奧地利人，從來沒有感覺。對，我一直都是，這個我都離開，我還喺台灣附近嘛，我還是台灣的，台灣在台灣的拿中華民國護照，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說要進奧地利國籍。哦。接來做客歡迎來了，今日來撮了的係奧地利客家會嘅前會長王水賢姊，好多水賢姊講到。此生如果有冒險精神，各種路勇闖維也納，先來了考到的一個資格，後生的一個資格，如一直待在這40多年了。本單係讀音樂，裡面變做導遊，變成專業導遊啊！剛剛呢，更加看到做紅誒很特別的物品，感覺跟這學生啊，韓國導遊如無關係。這個我哋相對也好，可是也可以講係馬來糕，我哋本來會用饅頭，會用饅頭誒，咁一個故事係嘛嘅，反正都是麵食嘛，哈，這樣講啦。因為呢，我開始帶團嘅時間以後呢，是有機會是去我老公嘅傳堂食飯。一開始嘅時間呢，係自家去食，食到咧，
錯哦，都蠻好吃的。伊能本單都可以傳糖，哎，是迄剛本是誒，基本是食飯，係啦，也是喺講去食飯的時間。你是到幾時後呢？還是帶團的時間呢？有一日呢，是講介團體呢去到劈責傳糖吼，其實是一定清久，因為講是呢，在這個歐洲其實固定的只有幾間去做馬街做旅遊團來傳糖。但長久的時間呢，本位也是師兄。嘅領隊是講啊，做在介紹我哋去劈件先喎，啊當然也是想講，介件也是都唔錯哦，也是帶過去冇想到呢，其實是食到親很開心，其實講啊，吹下好是啦，味道咩唔錯，本每呢其實有倆旅行社其實講之後，我哋試嚟2件食飯嘅，是按樣很開心啊。其實也就是講去假拜的時間呢，本每個馬街我是認識我老公的嘛，吼，嗰陣時他冇馬街，是其實邊個先生係香港人，吼，佢哋本身是普通的中國傳糖咧，他本每呢，佢有一擺我就去食飽之後，其實做個馬街本來係做饅頭啦，吼，是種我哋學生嘛，吼，其實做到饅頭，本意就帶咗去食，嗰陣時呢是講烏卡做的。有時節，我哋去傳糖食飯冇咁簡單，因為咩冇便宜啊，去中國傳糖。我們嘅朋友是講，哎呦，幾安好，送俾人家饅頭吼，只有意思讓你做朋友咁樣，這樣意思。我們我哋去到多幾擺嘅時間呢，是講到咁乜嘅佢哋朋友吼，是講啊。維也納兩位馬街生意吼，全部由中國人做，是講4-3點冇人冇中國人開4-3點，我哋想可以跟4-3點咁樣是講起來嘅時間呢，我是很愛講啊，德文下好是很愛落去聽秀，起碼是有咁樣點嘅愛出租啊，或者用是也是很巧，是幫我們是請到這間，嗰陣時呢請到之後呢，個朋友呢。我都聽見都苦咧，其實做唔得做咧，其實只有睇咧，其實冇做我先生想到哎呀，排些因為佢開始講啊，是講啊冇人我都聽秀，是講太自家向下做，按向下做以後呢，我就講嚇4-3點，我要突然收有時間帶團，那都唔少嘛吼。我們其實講幾位聽秀咁樣，所以講其實有時條是親做所以犧牲去4-3搞幾點啊，因為搶人啦，可以讓人流。因為我哋傳糖其他傳糖是按不ra新店讓關門了嘛吼，休息有時條。5-6點，所以去4-3啊樣，4個足步啊樣，然後幫佢開始，我就做啊，是做這就行，是講生意是這來這好啊，我阿叔呢，佢咩係，我就是最主要係賣個海產啊，吼，賣海產本青島唔同嘅傳糖，中國傳糖、意大利的傳糖啊樣。佢咩人我哋少青島嘅足步進來去食，咁樣我哋開始，我是看到我老公而家清白大餅，吼，也可以吃苦，吼，是按讓這個看到佢是上個阿嬤，我就是做得窮下，吃飯那是行窮下，係啊。一個姊妹我就係先去伊那咧傳糖食飯，認識，啊，後來變做事業夥伴，才變成人生的夥伴，係啊。哦，個 tip 呢？係啊，每堂迄陣過太檔呢，就是喊迄後生誒，聽緊路下去，而且是人家借的，你這個冇會開呢？冇，本來聽冇，但是沒有辦法。是想講，我相信佢哋會還錢不愛嘛，馬薩蒂都是還多嘞。我後檔咩會過淡水。係啊，係咩？啲人講，但是佢哋咩冇人愛騙，裡面佢哋傾不聽少。嗰時我哋咩係要算起來係去我們講的第一桶金，裡面4-3點全部係現金嘛，好，後面少啊，只是喺現金係就存到一些錢。嗰時我咩是老佢講，其實我讀書讀聽，我係想去轉來台灣嚟。後面我老公是講，哎呀，我喺香港我都太自家，因為嚟到香港嗰時。全部忙講本中國收轉去嘛，是講香港人佢哋都沒有當作香港是自己的家，佢哋青島人都移民去美國、加拿大啦，吼，還去英國啊其他地方，所以呢，佢就是想講，喺講去轉台灣，我寧願回香港。我們也是想講喺香港開傳糖，咩喺香港也好，台灣也好。
開餐廳係不同的生活的品質了，因為在這裡開餐廳還是不用那麼多的 social， 就講愛飲酒啊，愛聊天啊，這裡真的冇按用現在冇講像台灣按辛苦啦。不過也是講我就是係講按用現在時間呢，因為我老公一開始喺餐廳是係典型的中式餐廳哈。紅燈籠，紅色的，全部紅色的，暗暗的，還是紅色的地毯，紅色的桌布，紅色的牆紙，什麼全部粉色是黑的啦。還是講啊，用現在傳統講實在我們沒有這個很大的興趣，沒有辦法。而且剛時是做傳統餐廳，好競爭沒輕多，傳統細間，還是講，迄講我真正我做呢，我覺得要做有點特色的哈。香港人，你係香港人，不然我們做那個港式的飲茶啦，做點心啊，讓可以吸引，就是改變整個餐館，我就把它改到，一開始是改到。我不要中式的全部拆掉，是做拍攝的不攝的，就是把那種西式帶進來，然後鋪瓷磚，全部幫每個的貼一間店們哈，是黑就是咩報紙也有登，然後給的媒體是講啊貼一間。外國式的那個中餐廳哈，然後 service 主餐，還有主餐，所以呢也得到一些回響，然後就開始慢慢做，然後這個就聽一間、聽三間，然後讓這個完夠了。哦，哇，因為想不到哈，沒有想到後來會走到這樣。對，但是青春早的時候，我都會。要填飽肚子，只有開餐廳啊，因為要嘛，迄個冇賺到錢，那就翻都得死的。對啊，是這樣去。哦，剛剛你笨蛋，就很多都講笨蛋，其實有想過回台灣，唔係講。雖然你一心想要來維也納念書，不過家下係想愛拖下嚟回歸台灣。當然啦，當然上台灣賺錢較夾啊。個做線上嘅時間，香港去做教書、教琴，我卡做啲好去講很多講時嘅家庭主婦做啲講教琴，就做啲賺錢嘛。我講要做啲照顧無卡愛生人啊、老公啊樣嘢，講時係按打算來，但是也從來沒想過說會在歐洲就留下來了，冇打算。剛留台。維也納留台 OTD 一開始有不適應哈？沒有完全冇。我前幾年因為屋企關喺天熱哦，所以呢那邊都做唔得去，所以前幾年出來嘅時間千歡喜，時間自家安排，我現在是現在，所以呢我都完全沒有想家，完全沒有很獨立。但是呢，2月考上了嘛，好，這個讀學，等下轉去這個來的時間是那就很想家了。用白講，轉到台灣的時間呢，爸爸媽媽乜該都只不過，哎呀，你要去乜該巧不啷來成偏偏哈，是完全不一樣的。以前是因為我爸爸媽媽全部係做上班了嘛，所以我就全部自家事情自家做，乜該都冇管，所以是冇沒有那個感覺。但是等到我再回台灣的時間呢，親戚朋友的接待啊，給我的那種呵護啊等等，我就第二年反而就是聽一拜這個出來的時間就非常想家，就想講哎呀。唔攀得，像我轉機，更加突突，像我轉機啊！但是當然啦，等到你開始忙這裡的學業什麼的時候，時間很快就過了，然後就慢慢的又適應。唔個時間感覺，我去從算當然台灣這血脈還在，不過個時間有時把感覺，我好像是奧地利人，我從來沒有感覺我是奧地利人，我從來冇感覺，對，我一直都是。這個我都離開，我還喺台灣護照嘛，我還是台灣的，在台灣的拿中華民國護照，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說要進奧地利國籍。哦，跟原因係乜嘅？因為這邊你看像我哋遊客來哈，當然都感覺哇，係個幾好嘅國家，幾好嘅城市啊。對你來看，你睇下迄個40多年，你感覺也係個用那些素材，啊又係乜嘅原因？感覺係啊，我完全冇想過會變做奧地利人。可能中間我曾經有想過，然後只是想講，因為去哪裡啊，我欣賞啊，我新人呢，記得我去那邊都簽方便，因為可以簽證，一下是走出來，我台灣護照是簽不一定愛去啥。他們都是奧地利人。
對，對，但是呢，因為後背幫妹來到台灣護照2年前，89總統才的時間，我就已經可以好多國籍都可以簽，都不用簽證了，我就更不會想要去更改我的國籍。剛剛呢，還唔前講到推薦季同客家的關係，然後還有為客家做的幾多事情啊？呢，了一下聽，個繼續都做來繼續打嘴鼓。因為我起一間傳堂呢，親細間40幾歲了，所以呢，我看到個爸爸媽媽，尤其是媽媽夾夾40幾歲，爸爸是推那個嬰兒車，還是跟我老公講，哎呀，當我們第2家店開的時候比較大，還是講去聽我留一間本身飲料的為首。你好，歡迎光臨。你見的是我出維也納開啊串燙，on到 Happy Buddha。出了邊呢，想法感覺呢是係講，比出亞洲是出台灣來講呢是講性侵還輕鬆一點哈，因為冇按緊張，睇這家過年的安排，拜日到拜5上班，那個禮拜六禮拜呢係做啲休息，下下就做啲安排這家去聊的時間，哈，成日呢老不卡呢要好多時間窮下。當然啦，因為呢，我哋係做服務，人他嘅事業嘛，嗬，所以講呢，就真係人他一定重要。有個時間呢，係講要人客呢，係講要反映講乜嘅東西唔好，我乜嘅，我呢一般來講，我就唔會落去講，哎呀，唔係啦，我係落去感謝，因為有時間係冇一天要講做生意，一天會有唔好嘅為數。係講人他係人，我就講講，那東西冇按嘅時間呢，冇按好嘅時間，我就直接去做下按門，係咪變相快鐵咧，啊係變相冇關好啦，所以就啲東西咧係唔新鮮啊，樣板嘅，按現來講，所以我咪知道了邊中國人也好嗬，外國人你係講好啦，佢哋講嘅時間，佢哋咪全部會去接受，佢咪係講會之後就肯係會衝突咯，因為佢覺得講佢哋讓我哋講要乜嘅意見嘅時間咧，我哋全部都得接受。維也納省份我哋有請到機會，去聽咁乜嘅音樂會啊，嗬，我哋咪有機會去看咁乜嘅博物館咯，我哋請到，還有請到藝術品，佢哋來維也納係睇新事嘛，嗬，佢哋為了邊呢做展出。我即個係覺得嗬，係到除了邊呢嚟講係省份之外呢，我哋話精心上邊嚟上面嚟嗰個知識嗬，咪就請到機會，做啲充實一下，這樣子是感覺咧係出去咯亞洲台灣係冇去到，因為出台灣你去到哪邊全部係人，兩邊嚟說肯係大到啦，嗬，比台灣大3倍嘛，嗬，肯人冇人多，所以呢感覺上兩邊大當然前好。但係你講到攞咧退休之後咧，我自己係想去轉台灣。台灣要錢多錢方便嚟，地方咧係維也納係冇辦法係做唔到嘅。多多大家係咪看到誒？最近幾年咧，一個傳統，佢講哦，係要附近咧環境非常好吼。應該看了就會知道為什麼留在這裡，係非常好嘅生活嘅環境。不過呢，最近幾係都有，韓國其實一直如果活躍，吼啊，同客家，因為愛自家個人來講，都係唔睇外地。當然，如果有一群同樣係台灣人、客家人牽起來，會非常有凝聚力。可是那個第一步係用嚟開始誒。
其實我認同，我應該非常感謝我爸爸媽媽，因為我爸爸係講我爸爸，因為我爸爸媽媽佢哋係受日本教育嘛，剛是在台灣的時候，但是我爸爸淨講啊，我們一天愛講客話，因為我不靠係客家人，因為我阿公阿婆、家公家婆全部係客家人，你知道客家人。講時全部係愛拖啊拖客家本用啊，係講加本客家咯。所以呢，好等我爸爸佢盡量我就講客家話，所以我吹了尾嘅時間，我讀到嘅時，我讀到咩千多客家人吹了尾。哦，講時一開始我哋做傳統嘅時間呢，是講客有嘅太師傅全部係印度華僑，哦，印度華僑佢哋來嘅時間，佢哋是講客話。佢就是講詩人啦，所以我哋詩人咩按人那就冇學起咯，因為我不卡其實是講會了嘅係，阿公阿婆、家公家婆全部講會了，因為我哋喺會了下講下毛澤，是啲國家好。哦，同佢講，因為唔廣東話，有來學家佢學。係啊，講到廣東話是啊，因為有係太團嘅時間，有意思。我家要咁啊，嘅香港團而來，佢喺前家講廣東話，啊我哋有一年之無人會講，後面佢哋想去賺下錢，後面我頭家是講啊黃瑞娟你去吐嘅香港團，我講喺香港團我唔曉講廣東話，佢講你咩客家人咩？我講係啊，其實講客家話咯，廣東話差唔多，講啊去轉一下是做得嚟，後面我漸漸地我是想睇太子家好。我係黃水健，我就講介紹，基本上就來到維也納，領隊是很愛閉嘴了，他就說我沒有那麼嚴重。佢講啊，拍攝黃小姐，我都談唔是你講乜嘅嚇，還是講奇怪，其實講你講中文是做得嚟，講普通話你就講普通話，我讓你翻譯給佢哋客嘅客家人聽，然後啲都講啊人類。差這麼多，對。按部門團體結束了以後，我嘅領隊呢，其實啷個講，因為我哋喺 payment 嗬，我哋喺付錢嘅方式，係講而係講英文，我哋要130塊美金小費，嗬。而係講中文，我哋是132塊小費。而係講客家廣東話，我哋是3塊。哇，3塊按多，可是我講愛學，我是家家是去。學廣東話差幾多呢？差幾多，所以我想講吐一團，因為佢哋全部都係半夜來吐啊。對我來講啊，嗰陣時下晝頭愛上課啊，喺練琴都方便，所以我是開始是講到這剛開始講學廣東話。我每我哋兩邊呢，每青島嘅沙團嗬，佢都是乜嘢都有啦嗬。嗰陣時我哋是講愛有機會，希望講有一隻客家人咧，即係客家會哦，是冇乜嘅機會，因為嗰陣時太自家捱向現在年紀，我還年輕嘛，嗰時比捱下年紀下大啊，佢哋全部開餐廳，全部都做呢事，就太自家就客家庭，佢都冇乜嘅時間，所以呢冇乜機會。係講算起來差唔多有20年，唔拉20年，10幾年嚟啦嗬。讓我哋嘅春園大姐其實講，同埋去德國開始就歐洲嘅客家會成立啊嘛嗬。然後希望講我哋歐洲啊做啲有家客家社團，鄉下讓開始啊，所以讓開始留嘅全部嘅客家人。連鄉下，德國人呢，因為我哋邊青島印度華僑咧，去我哋社團裡面，佢哋其實他們還是客戶呢，因為嘛講，佢哋不卡是全部講客話，佢哋老師人全部講客話，係印尼嘅係咪？印度很多印度華僑，佢哋全部講客話，佢哋係梅因去啊，較多係啊，所以呢，佢哋實變到我哋離下是愛落佢哋學嘅，因為佢哋不卡是講客話，我哋係冇啊，老師人全部講國語，我哋啊師人講國語，講廣東話多，冇辦法冇按到機會到個學客家話咧，即係講有機會我係希望佢哋做啲學到客家話咯。咁一開始有大家希望可以有嘅客家會，後來真係成立唄。係。你做會總做很久呢？我做6年咯，本來係3年嘛，不過每次遇到疫情哈，是冇辦法，已經冇辦法辦活動，是說咩是
一直延期了，所以到今年讓嘿啊讓停，讓講嘿啦，沒有請到有人現講，所以講沒請到下總會長，為了接你咋兩隻飛咩冇簡單咯。哦，那飛人有多少？而家算起來就差唔多780啥。我彼此客家飛啊，做飛總會有壓力哈。做會長是會有壓力的嗎？有多多少少都，因為你還是講那個事情它多的時間呢，還是經濟沒辦法上到很多，或者呢，我哋前面的有幾任會長，佢都會讓我講，會長開會咯，我哋會拍麥雞咯，拍麥雞，迄個或者就記得讓我。因為他講會無限啊，他講係啊，但佢比外較太啊，記得種退休咧嘛，所以記得做得上，記得要做得縮時間哦，你還要做麥雞啊，讓我大家聽話，讓我下一下說啊，會提醒我要做什麼。那我基本上還沒做一家，只是做一個怎麼講帶頭的人啊，係啦，就是說主導或者是提供場地啦，這樣子搭配的來配合大家啦，這樣子哦。所以，同樣如講，就係更加嘅台灣人睇佢傳統嘅無按多誒。哦，咁你一個傳統其實松陽路會查到講，嗰種人來維也納必吃誒，吼，就係變那講，其實人呢傳統如果有代表性，好像你們很常都會有那種重要抬頭，對不對？不同時期都會上報紙啊，其實菜店嘅媒體也會蠻注意的。對對對，因為我哋是講，因為呢，我前一隻傳統呢，我是有一隻地方較大嘛，做得抽160三。那麼我就有一個 area， 就有隻空地咧，係俾新人的料嘅位所。因為我睇一間傳統呢，清細間40幾位嘅，所以呢，我看到嘅爸爸媽媽，如果是媽媽夾40但是爸爸是推那個嬰兒車，我是講讓我老公講，哎呀。當我們第二家店開的時候比較大，還是講去聽我留一間本身飲料的位所，我老公是講啊，太浪費那個 VIP 房了，對，是差不多按台給，是按條頭先抽嘅間房按台給，但是呢，因為幹嘛該媒體也是來拍，也是講啊，你的孩子不是只能在麥當勞用餐，好，就這麼一個大的標題。我到離下，這邊我倆冇辦法，我沒在請，看那幾家位所做的本地的鮮飲料啊，哈，但是離下青島是講我的老客戶，佢哋全部係講是咖啡料太愛呢，意思講我講是咖啡料，我突然男朋友，我哋要突然鮮飲來，都冇位所做得了咧，所以我哋生意是做研究哈，經營。是唔判得了的老客人哦，要怕做到佢哋咩落體之後，我哋是停停的吧。不過開過叫嘅傳統對菜體真係係一個重要嘅感情呢，一個聯繫。係啊，是啊，所以我都會講，嗰時我都因為疫情的時候，我哋那個房東佢高薪退去的，給他新人的老家間傳統賣退去嘛，吼，我哋所以搬出來了。我哋講要搬這個時間呢，我哋人客過來，那邊時分佢都叫咧，結果哎呦，最後就真有感情的啦。因為人哋家蔬菜也嘅傳統，咱可以一張年。係，那邊當咱搬過來這個嘢天啊，所以係希望做得一做身體。被這個不要把身體弄壞了，身體還是很好。身體還會重要。人哋同到美國好運，我們已經先吃到了，咁好食嘅東西。咁等下下一個團呢，我同最近只鄉下來食一項對於有特別意義嘅料理，等下錄底係乜嘅嘢？他們不是一定拿來當職業，其實是拿來當真的是陶冶性情。係啊，那種是辣的，我覺得這樣好，因為在這裡喺講做飲樂嘅事業哦，你經濟會餓死。接來做客歡迎來了，我哋今日來賓係奧地利客家飛前飛總王水堅，頭頭堂都水堅記，其實有幾多精彩的故事，其實我們都簡短講了，看看等一下還有沒有機會哈，有位可以講啊，講詳細。就你這個有講過你的故事很精彩嗎？自己有覺得有哈？其實也不能算精彩，就是說，其實因為出國這段時間，在外國這家過年的。從打工，從生活一直到現在，經歷了，還有在學生會裡面的，還有很多很多
辦活動啊等等，這經歷了很多事情是真的。那有時候當然是有順心的，也有不順心的。然後為了辦音樂會，驚動俺媽媽、俺爸爸，用了他們很多的資源。然後用完講按多年，事實上自己覺得說經歷了很多的事情。對，你應該可以準備寫一下回憶錄了，可以是真的耶。剛剛睇下個劇團呢，俺們如係有一個重點係食物，如像翠娟姐哈，如係假使有一個對應有特別意義料理，我係乜嘅，一個係最近只能傳統地波嘅料理糯米雞啊。他要來代表的係細細時節食的粽誒，係啊，因為我是覺得，因為我唔帶粽啦，我本身我阿公阿婆帶粽啦嘛，我係帶台北，媽媽係職業婦女，但是我的印象中阿婆千會做飯，千會包粽啊，乜嘅經紀裏面有冇講，我要12隻阿叔，爸爸天意阿叔。中間還有一個姑姑，所以我阿婆會用13枚生啊。哇！還有一個雙胞胎。我每次樣去手機呢，佢大班會大班，記得說會大班的時間呢，他這個會包粽的時候，千多，因為有家庭啊，太幾家全部會，我就是過年過節的時間，讓會聽爸爸媽媽做粽啦。但是因為我媽媽是喺一家，因為佢係職業婦女。佢冇辦法搶按多阿叔呢，佢就親太一家就開始結婚，全部帶部卡落天秀嘛，落嚟阿婆天秀，阿媽媽是會喺外頭帶幹嘛嘅圍裙，是講每次回去還是會洗碗，媽媽是講會天秀變數樣子，所以我都我知道我識按多種啊，我都識多從阿婆包到按好時代，還有佢做鵝板啊。還有佢做菜包，我是講中間我係要轉台灣的時間，我要去到什麼南門市場啊，然後去到那個九份，好像那個比如說那個有賣這些字，我們都冇愛到我客家人來味道。我講我是很可惜的是講來到後邊呢，我都會客家人，我都會做青島，我都客家菜啊，喺馬街時間我都唔曉，因為我冇學到，媽媽唔曉做，冇乜嘅曉做，即係冇乜嘅學到，是講愛看書啦，吼，有時間還是講呢種轉台灣開會嘅時間呢，佢就是會安排青島嘅客家菜本來就食嘅時間。是講看到你糯米雞呢，覺得我就包係用荷葉嘛，哈，種的是有種葉，那個是竹子的葉子，哈，還有我就係三個立體的，我就較簡單啦，四方形之中的四方形就可以了。就係其實你這個台灣的關係還會過程呢。雖然你住奧地利40多年，你係咪一家歸台灣？你其實蠻常回台灣的。我當年都轉機。即開始嘅時間，讀書嘅時間，媽媽是講，佢會本來啲天去本來會讓人喺外買機票去轉機嘛，哈，因為幫我自己會打工啊，嚟到錢，我沒買過機票費，我去跟旅行社聯繫，拿一個比較便宜的機票，跟他安排講，我喺這樣嘢，我買睇10張要幾多錢，我做得買拿幾多錢來，我做得買幾張加幾多錢來機票。做 commission 安尼。都冇錯啦，你很有生意頭腦呢。要不然現在嗰時我都講是講錢較少嘛，吼，唔係講媽媽本來過年，所以講冇辦法加按多錢過來。加按多錢過來的時間呢，是挺難的。前提之下，你就想我們又要練琴，我們又要打工，又要這有些工作要重得去做啊，哈，也沒辦法，對手也不好的這樣子。不過是想過還有很多其他的方式，是講這裡賺一點 commission，那裡弄一點，然後那裡弄一點，這樣是這樣子起來的。所以你會想辦法，會想辦法，因為後來還老大的關係吧。一直就因為我很早，我高2我就開始教學生，就是利用課堂中間我有去音樂教室教琴嘛，是不是有賺錢的幾副業？所以還是覺得24不可愛錢呢，就沒辦法大手大腳。一個是來奧地利學音樂，後來你做了很多很特別的事情，跟音樂更加對應係乜嘅？音樂我覺得當然裡面我頭講來講。
在OTD 每一個人哈，佢都本身呢，音樂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哈。所以呢，你喺老人家講節目嘅時候，他自己沒提到，你喺老佢講一個歌劇，好，佢沒老你講那些怎樣好不好啊，不好聽啊，或者是什麼哪一個樂團，佢都會講喺起來。所以講你不懂，你也很難跟人家聊，好不好？哦，那麼。現在是變成是說，他講就戶外團體來或什麼，我都還是會去聽。所以講我的對面也有一個很棒的那個劇院，哈，那麼他也有演很多像那個一些輕歌劇啊什麼的，我們親友幾乎去談是哦。我都最近去韓國，伊個孫18個月大，我都去上音樂課。教啊，係啊。一邊都係給音樂嘅。可以讓台灣冇嘛共用，係啊，他們不是一定拿來當職業，也就是拿來當，真的是陶冶性情，係啊，然後是拉的，我覺得這樣好，因為在這裡，香港做音樂嘅事業哦，你經濟會餓死的，吃不到，搶破頭啊，對，你要出頭真的比較難，對，然後賺的錢就是公務員的收入嘛，沒辦法講，就青島愛，然後就是一般般的這樣子啦，就是。沒辦法，對呀。剛剛人家還有想要做乜嘅事情哈？你好，還想要做乜嘅啊？我應該是要等退休嘅，我就想等退休。剛退休嘅做乜嘅？想要有一點自己的時間。蠻耐去撩咩？係，想要去撩，因為我忙，講撩台灣，撩天忙誒。青島人講啊，為什麼都冇去過？哦，台灣。想要做台灣去撩。你說唔想要去撩嘅係幾度台灣嘅地方冇去過？冇去過嘅地方，想要走過去，他長嘅時間，他長嘅時間。然後當然啦，我因為那邊比較難嘛，因為你要籌飛機要對專業。但歐洲我們比較容易，要去玩的地方比較多，也比較容易。他熟我比較熟一點，當然是這樣子。今日非常榮幸可以睇按好嘅環境同水源記大水鼓，韓國食都按好食的料理。像而家按樣機會，睇自己按辛苦吼，來到按在那位所，唔對做得好好啊，來料理吼。不單單是做節目吼，這個有機會去看很多嘅會所。有，係非常享受睇一隻嘗試。韓國傳統嘅係除咗來亞料，韓國嘅壽司。台灣的客家人，係韓國按度有成就嘅，可以同人哋分享幾多冇聽過故事嘅客家人。非常感謝水源記，多謝。你喊一百行有時間，這個來了，來了唔要做事是做得嚟。謝謝。什麼？謝謝。OK。啊，可以用的有多少？我不知道。都可以用。哦。是黑有什麼要忍痛剪掉？哦，沒有啦。啊 ，OK 嗎？你們都辛苦了。OK。是嗎？謝謝你們。為什麼我們現在沒吃？裡面土豆絲太飽哎。現在還可以吃嗎？你們要吃嗎？土豆絲太飽。可以啊，我不吃了啦。蒸一下就可以吃了，這冷了不好吃。剛剛真的哦，是太飽呢。